冇任何一個遮擋嘅。咁如果話天氣再好啲嘅話，仲可以望到香港嘅一個大嶼山先，都係可以望翻呢個一線嘅一個海景啦。咁然後嗰邊咧就呢個哇有隻鷹，然後嗰邊咧仲有一個碼頭先嘅，哇呢隻鷹真係大喎！你喺香港買呢啲嘅一線海景房，你冇幾千萬，冇成億買唔到㗎，係咪先？一線海景房。性價比高高品質準現樓，大裝修，居住環境一定要夠靚，並且以及要夠優美。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今日好房呢個頻道，又係我主持人Jason。咁今日咧就嚟到呢個唐家呢邊咁帶大家睇身後呢一個樓盤啦，就呢個格力海岸嘅。咁唐家咧，我相信大家咧亦都會有一定嘅了解啦。咁其實唐家咧係呢個高新科技產業園嚟嘅，咁所以呢度匯集咗全部都係精英白領，所以佢呢個人群嘅質素咧相對嚟講亦都會比較高嘅。咁以及咧唐家咧佢個公園嗰個佔比咧係成個珠海佔比係最高嘅一個片區嚟嘅。咁佢佔有咗呢個40萬平方嘅一個公園綠地啦，咁以及配備呢個15個公園嘅，所以呢度居住嘅環境相當舒服嘅。咁隔離呢度咧就呢個隔離呢個遊艇碼頭啦，咁以及我而家身處嘅位置咧就係呢個海岸公園嘅。為大家睇下呢啲一線嘅海景房，呢啲嘅公園居住環境咪舒服咯，退休度假養老住咪舒服咯。各位朋友仔，結尾嘅最後咧，我有啲嘅肺腑之言啦，想同大家講一講。咁呢個肺腑之言咧，對大家我相信係非常之有幫助嘅。咁當然啦，到結尾再講啦。咁我哋就廢話唔多講，而家先帶大家入去睇下呢個樓盤先啦。OK 啦，咁而家咧就嚟到售樓部呢個位置啦。咁首先咧，同大家去講講項目名先。咁項目咧係叫做呢個格力海岸嘅。咁佢位於呢個珠海嘅一個唐家呢邊嘅。咁唐家呢邊咧，咁有啲朋友仔咧就知道，咁其實唐家咧全部都係集聚咗呢個高薪嘅一個白領啦。因為咧佢嘅一個好多嘅總部，亦都會響唐家呢邊嘅，比如話金山嘅一個軟件啦，以及呢個羅西尼啦、格力總部啦、魅族等等咧，仲會有呢個低空嘅經濟啦，以及呢個機器人啦、醫療嘅器械等等嘅，咁佢匯集咗呢啲嘅 IT 啦、律師啦，以及大學嘅老師等等嘅，所以唐家呢邊咧就匯集咗呢個高薪白領嘅一個人群嘅，所以相對嚟講質素咧亦都會比較高嘅。咁大家去睇下啦，咁項目咧正對住呢個一線無敵嘅大海，所以望出嘅感覺咧係一望無際，係非常之舒服嘅。居住嘅環境咧亦都係非常之靚嘅，因為有好多嘅香港朋友仔咧，即係會有一個叫做情意結啦，一直都想買翻呢個一線嘅海景房。咁其實咧格力海岸真係唔錯嘅一個選擇嚟㗎啦。咁再睇翻咁格力嘅一個商業嘅先，咁成個項目嘅商業咧一共有18萬平方米嘅，咁有6萬平方米咧就已經開業㗎啦，咁係自帶嘅，所以落樓咧就可以解決到衣食住行呢啲問題㗎啦。咁講完呢個商業啦，咁再睇翻佢點樣翻香港呢？咁其實咧，從項目出發翻到去香港咧，相對嚟講時間咧就會遠翻少少嘅。行翻呢條情侶路啦，或者係呢條金琴快線啦，然後再行翻呢個港珠澳大橋去翻呢個香港。咁去到呢個港珠澳大橋啦，大概時間咧要35分鐘啦，到40分鐘嘅時間啦，先行得到去㗎啦。咁再去翻到香港，再加到1粒鐘嘅時間，即係大概需要2個鐘左右嘅時間啦，先可以翻到香港。相對嚟講咧，時間係會耐翻少少嘅。咁如果話有啲朋友即係怕塞車嘅話，當然亦都會行翻呢個九州港客運碼頭啦。從項目出發去到呢個九州港客運碼頭咧，大概係25分鐘嘅時間咧就去得到啦。咁你坐船翻香港就更加之方便，更加之快㗎啦。咁大家會睇到一樣嘢，唐家
呢個碼頭，呢個碼頭咧雖然未開業起緊喺度，咁開咗業之後咧，以後坐船翻去香港咧就會更加之快、更加之方便嘅。從項目出發去到呢個塘家碼頭咧，大概都係5分鐘嘅時間咧就去得到噶啦。咁再睇翻啦，嗱，大家可以睇到呢條深珠通道，咁呢條深珠通道咧，其實等同於深中通道嘅啫咁深中通道咧就係深圳接駁翻呢個中山啦，咁深珠通道啦，同樣都係深圳接駁翻呢個珠海嘅。咁呢條通道咧係起緊喺度嘅。咁呢條通道一開通咗之後咧，深圳去到呢個珠海只需要30分鐘嘅時間就去得到啦，即係真正可以實現得到1個小時大灣區嘅生活圈。所以佢嘅交通啦，以及呢個配套啦，相對嚟講亦都會完善嘅。仲有一樣嘢，即係譬如話頭暈身慶嘅，咁隔離咧亦都會有三甲醫院嘅，就係呢個中大5院噶啦。咁從項目過嚟都係非常之近嘅啫，幾分鐘時間咧就去得到噶啦。咁呢度咧就大致嘅一個區位嘅情況啦。咁鏡頭再轉過嚟睇翻，咁呢個咧就整體一個沙盤嘅模型啦。咁成個項目一共咧會有7期咁樣開發嘅。咁當然1期、2期、3期、4期、5期、6期已經全部都係賣晒噶啦。咁呢邊咧就1、2、3、4、5期啦，咁呢後邊咧就係6期嘅，咁全部都係賣晒嘅啦。咁而家在手咧就係7期呢一塊嘅啦。咁同大家講可能成個項目咧，咁佢一個商業咧一共有18萬平方米嘅，咁6萬平方米咧已經係開業嘅啦。咁剩低12萬平方米咧就係呢7期呢一度嘅啦。咁12萬平方米咧係預計明年嘅9月份啦就開業嘅啦。明年9月份開咗業之後咧，咁呢度嘅一個商業咧就會更加之旺嘅啦。咁大家咧可以留意翻呢一個版圖先。咁呢度咧就1、2、3、4、5、6、7期啦。然後呢一塊咧，大家可以睇到呢一塊咧就係呢個公園啦，海岸公園。所以佢呢度露營又好，或者係平時散下步又好，都係非常之舒服嘅。一望出去綠油油一片，再望遠啲就可以望翻一線嘅海景。所以呢啲度假退休或者係養老住所以都係非常之舒服嘅。咁再行翻出嚟少少咧，就係呢個碼頭呢個位置啦，即係放一啲嘅遊艇咁樣嘅啦。咁當然啦，呢啲望出去亦都係比較舒服嘅。咁再睇翻咁我而家在售嘅就係呢個3棟呢個位置嘅。咁1、2棟咧暫時係未開售嘅，4棟咧已經係賣晒嘅。咁而家在售嘅面積段咧就係69方到呢個130方嘅。如果係唔望海嘅話，就係21000蚊嘅單價啦。如果係望海嘅話，單價大概去到25000蚊左右有，都係精裝修咁樣去交付嘅。並且同大家講下，咁佢咧係準言啦，去到明年嘅9月份啦，就可以交到樓噶啦。咁呢個咧就係整體一個沙盤啦，區位大致嘅情況啦。咁我哋而家帶大家上羊板間，大家感受一下先啦。OK 啦，咁而家咧就上到嚟呢個示範單位呢邊。咁我而家嘅位置咧係位於呢個4棟嘅一個16樓。咁大家可以睇下咧，呢度咧係一共係1、2、3部電梯，然後咧就8火嘅，嗰邊咧就4火啦，然後呢一邊咧就4火嘅。咁我揀一個大嘅面積段啦，俾大家睇，以及一個細嘅面積段俾大家睇啦。咁首先啦，而家先帶大家睇一睇一個大少少嘅一個單位先啦。嗱，咁呢個先帶大家睇02戶型，咁建築面積咧係119方嘅。咁一入門口呢一框全部都係叫做贈送面積啦，叫做呢個入戶花園，都係俾到你去使用嘅，放下啲鞋放下啲嘅雜物都係完全 OK 嘅。咁我哋廢話就唔多講，直奔主題，睇下呢個戶型。睇戶型之前咧，先帶大家睇一啲非常之好睇嘅嘢。咁究竟係啲咩嘢咧？噔，就係一線呢個海景啦。同大家講係冇任何一個遮擋嘅。咁如果話天氣再好啲嘅話，仲可以望到香港嘅一個大嶼山先。喂，睇住呢啲一線無敵嘅海景，我相信冇人唔中意吧？係咪先？你喺香港買呢啲嘅一線海景房，你冇幾千萬，冇成億買唔到㗎，係咪先？喺呢度同你講幾百萬就可以買得到啦，好似呢個單位咁樣啫嘛，119方乘於25000蚊嘅單價，
290萬就可以上車啦，各位朋友仔。咁樓下呢度咧就係佢嘅一個12萬平方米個商業啦，當然係未開業嘅，要去到明年先係開業嘅。咁目前咧享受嘅一個商業咧就係隔離3期嘅呢個商業嘅，咁一共咧會有6萬平方米嘅，當然都係已經開業噶啦，所以落樓咧都可以解決呢個衣食住行嘅一個問題先啦。咁我哋先從露台位置睇起身，跟住再入去睇下，先睇下呢個露台先。咁呢個露台咧做咗一個叫做扇形嘅一個露台啦，咁佢相對嚟講會更加之有藝術嘅 feel 啦，係啊，但係咧我個人覺得就呢個露台咧可能就唔係好實用，因為兩邊窄中間闊，所以呢兩個地方即係兩頭嘅地方用嘅一個機率咧可能確率會比較少啲，但係從出邊睇入嚟咧係相對嚟講係非常非常之美觀嘅。哇！呢個單位真係舒服啊，各位朋友仔，你睇下啲髮型開始亂啦，呢個真係太大風啦。嚟 OK， 感受完呢個一線海景之後嘅朋友，咁睇下呢間屋生成咩樣先。咁睇翻呢個格局先啦。咁攝影師入嚟先，因為關下節門，因為有啲大風啊，我驚吹跌啲嘢啊。嗱，咁呢個格局咧，咁我哋叫做飛機弧形嚟嘅。咁中間咧就客廳啦，以及呢個飯廳啊。咁兩邊咧就瞓覺、平時休息嘅地方嚟嘅。實話實說，咁隔離咧呢個項目咧，佢嘅一個叫做實用率咧，相對嚟講會比較差翻少少啊，大約去到80%幾左右一個實用嘅面積。咁對比翻呢個新規4.0嘅住宅，咁呢個戶型咧係確實係輸蝕㗎啦，冇辦法，呢啲係舊區屋產品嚟嘅。如果係買呢個項目，就買呢啲景。都值啦，係咪啊，各位朋友仔？咁呢度咧就平時一個客廳嘅位置啦，客廳嘅開間咧，相對嚟講亦都係比較闊落嘅。咁呢度咧就食飯嘅地方啦。咁嗱，你睇下食飯嘅地方，呢度做埋一個叫做餐邊櫃。跟住放一張圓台或者係放一張長台，完全都係冇問題嘅。整體嘅空間咧係夠晒嘅，畢竟咧佢係119方嘅，係啊。咁再睇翻呢邊嘅廚房位置先。咁廚房嘅一個3件套同大家講下，都係用咗呢個叫做西門子嘅一個交付標準啦。唯獨是有一樣嘢，佢呢個格局設計得唔好嘅，因為呢個係唔算叫做明廚咧，因為一開出去咧就對住嗰個叫做入戶花園嗰個位置嘅，相對嚟講。廚房嘅位置咧就會暗翻少少嘅，其他嘅空間咧以及佈局咧係冇問題嘅。咁我哋首先睇呢一間房，睇完呢間房再睇另外嗰2間房啦。咁呢度咧就係呢個乾濕分區嘅一個洗手間。咁同大家講下，佢全部嘅一個衛浴啦，都係用咗呢個科勒嘅一個大品牌啦，咁樣去交付嘅。咁呢個嘅話，公衛嘅位置咧，因為對住前面咧會有嘢擋住，所以呢一個空間咧相對嚟講亦都會暗翻少少嘅。不過你一個淋浴間嘅位置相對嚟講，你睇下係會比較闊嘅，有成1.8米咁上下一個闊度嘅，所以佢沖涼嘅位置咧係夠晒嘅。咁再睇翻呢間房先，間房咧嘅空間就冇咩好睇噶啦。睇下呢間房望出去嘅係望翻邊度？噔噔噔噔噔，就係呢個一線嘅海景房。喂，呢間房咧就留俾長輩住咯 ，OK 係咪先？咁長輩瞓醒覺，亦都可以望到咁正嘅一個一線海景。關鍵係咩啊？海景就算啦，佢就冇任何嘅一個遮擋啊！以後未來現時都唔會有任何遮擋噶啦，因為商場已經起好咗，就係咁高噶啦。個商場唔會再起高啦，所以冇任何以後都唔會有任何嘅遮擋噶啦。咁望翻出去，真係一線嘅海景，真係無敵。咁如果你話買睇一線海景嘅，咁一定要揀高於呢個商場嘅，咁起碼要揀到呢個10樓左右先可以冇遮擋。如果你揀翻啲低樓層嘅話，就等同於睇唔到海噶啦，各位朋友仔。咁呢度咧就第一間房啦。咁再睇翻呢度咧就套房啦，然後再睇翻間細蚊仔住嘅地方先。咁細蚊仔住嘅地方整體空間 OK 嘅，細蚊仔住嘅地方冇辦法細蚊仔嘅話可能條頸要歪一歪先可以睇到呢邊嘅海景咁呢邊咧睇翻嘅園林景啦、別墅景啦，一側頭嘅話就會望翻呢個海景嘅。當然其實咧佢間房都係可以望翻海景。當然啦，長輩房主人房都係一線海景房。咁最後咧就嚟到呢個主人房嘅位置啦。咁呢個空間咧大致俾大家去感受一下啦。咁原來呢啲空間其實夠晒㗎啦，係啊，夠晒用㗎啦。好似呢啲 king size 嘅床啦，放得落2個床頭櫃、衣櫃呢啲都係 OK 嘅。關鍵嘅係咩？又再次帶大家感受一下，哇！你睇下呢啲
風真係正啊，係好舒服㗎。呢啲風吹埋嚟，迎面咁打落嚟個塊面嗰度，真係好正。各位朋友仔望住咁正嘅一線海景，我相信咧冇朋友仔係可以拒絕得到嘅，因為咧其實好多嘅港人啦、香港人啦，佢一心想買一間自己住嘅屋，即係一心都係想買一間海景房，但係即係喺香港確確實實真係好難實現得到。你諗喺香港買一間一線嘅海景房要幾多錢？你冇幾千萬，基本上係買唔到嘅。如果望翻一線無敵嘅、一線冇遮擋嘅海景房，你唔要上億啊？係咪先？咁如果你係喺香港實現唔到嘅，咁你喺香港辛苦咗成世嘅，咁不如攞住一嚿錢翻嚟大陸退下休養下老豆家住，就買一啲一線海景房，圓你呢個心願，係咪先？嘅200-300萬就可以買得到噶啦，仲可以望翻咁正嘅一線海景，係睇住呢啲單位我都真係已經叫做咩啊，語無倫次啦。我喺視頻入邊咧係極少睇到咁靚嘅一線海景房，並且喺珠海，我相信喺視頻入邊係基本上係冇嘅，拍呢啲單位基本上都係比較少嘅。好似呢啲一線海景房嘅單位，同朋友仔講係不可再生資源嚟嘅。咩叫做不可再生資源咧？即係好似呢啲單位咁樣啫嘛，你賣晒咗之後係唔會再有噶啦，要麼就係買二手，要麼就係冇噶啦。咁我再次補價錢先啦。咁呢度咧，因為望海嘅價錢咧，基本上要去到25,000蚊一平方嘅。咁呢套單位咧係119平方嘅。咁總嘅價錢咧就去到呢個290萬嘅，而且成屋嘅都係用咗呢個一線嘅一個大品牌咁樣交付啦。呢個空調肯定係用翻格力嘅，咁門窗咧都係用 YKK 嘅，然後咧嗰個洗手間嘅位置咧都係用咗科勒嘅大品牌啦，然後廚房嘅3件套咧都係用翻咗呢個叫做西門子3件套咁俾到大家嘅。咁呢一套119方咧就講到呢度先啦，咁而家就過嚟隔離樣板間帶大家睇下先。OK 啦，咁啱啱咧就睇完咗呢個一線無敵海景房，咁我睇翻啲稍微實際少少嘅一啲戶型啦。咁呢個戶型咧相對嚟講叫做剛需嘅一個叫做戶型啦。咁佢面積咧就65方嘅，咁我哋事不宜遲啦，先帶大家入去睇下先。嗱，咁睇格局之前咧，同樣帶大家睇一啲嘢呢啲嘢咧可能相對嚟講會麻煩少少。點解麻煩少少？因為正面咧係望唔到嘅，要轉一轉過去先可以望到呢個一線海景咁相對嚟講呢度嘅價錢咧亦都會平啲嘅。咁呢個價錢咧係去到21,000蚊一平方。咁好似呢個單位咁樣啫嘛，130零萬到就可以上車噶啦。所以預算唔係話十分之充足嘅朋友咧，其實想響珠海買海景房，其實呢套單位咧亦都可以值得考慮一下嘅。咁睇翻佢佈局先啦。咁佢佈局咧就都係叫做餐客廳一體化啦，所以顯得整個空間咧亦都係非常之闊落嘅。咁以及佢露台嘅位置咧已經都係幫你封咗噶啦。咁封咗之後咧，佢顯得成個空間咧就會更加之大嘅，各位朋友仔。咁呢度咧就係唔係交付標準啦。咁交付標準嘅話就參照翻啱啱嗰個戶型啦。咁佢除咗啲家私電器冇之後，基本上都係呢個交付標準嚟噶啦。咁再睇翻呢個廚房嘅一個位置啦。廚房嘅位置咧冇辦法，因為佢係65方嘅，所以咧佢一個設計咧相對嚟講只可以做翻叫做開放式嘅一個叫做廚房啦。呢個3件套都係呢個西門子嘅，然後呢啲櫃位咧都係做好晒嘅，睇到未？歐派定製櫃咁樣俾到你嘅。咁呢度咧就第一間房啦。咁呢一間房咧叫做暗房啦，係可以咁樣講，因為佢都係有窗嘅，但係佢採光係唔得嘅。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採光係唔得嘅，所以顯得成間房嘅一個採光程度咧，相對嚟講會比較差翻少少咁佢個空間咧，其實唔會話算十分之大。咁你做翻間書房或者細蚊仔溫習嘅地方細蚊仔住就 OK 啦。如果係長輩住嘅話，相對嚟講就會差翻少少。咁呢度咧就第一間房啦。咁客廳啦，咁以及呢個客廳啦、餐廳嘅位置咧，就大致介紹到呢度先。咁再睇睇你平時瞓覺嘅一個地方啦。咁呢度咧就係乾濕分區嘅一個洗手間。咁我留意咗一樣嘢，格力嗰啲產品佢嗰個洗手間相對嚟講亦都會做得比較大翻少少嘅。你諗諗喎，65方可以俾到咁大一個洗手盆，然後咧咁大一個叫做淋浴間俾你，確確實實係相對嚟講會即係難做啲嘅。
係啊，因為佢本身嘅實用率都唔算話好高嘅，係咪先？咁呢度咧就係平時你瞓覺嘅地方啦，放一張 king size 嘅大床咧係冇問題嘅。咁呢個空間肯定係大翻少少嘅，畢竟自己出錢嘅，肯定係瞓得舒服啲，係咪先？咁自己出錢嘅瞓得舒服之餘，個景觀到底係點樣咧？帶大家去睇睇。同樣啦，呢邊咧望翻出去咧就係呢個園林景啦，望翻三期嘅一個別墅啦，以及望翻遠翻少少，側個頭咧都係可以望翻呢個一線嘅一個海景啦。咁然後嗰邊咧就係呢個哇有隻鷹，然後嗰邊咧仲有一個碼頭先嘅。咁平時即係呢個碼頭咧係需要入會嘅各位朋友仔，哇呢隻鷹真係大喎，咁都可以撞到呢隻鷹，咁證明呢度啲咩生態環境好嘛，係咪先？咁自然嗰啲嘢我都撞得到咁鬼死大隻鷹，我響珠海又響中山響大灣區好少見到，即係呢啲叫做老鷹定唔知咩鷹啦，係好少見得到噶啦。即係要麼就去一啲嘅好偏僻、好山卡拉嘅地方先見得到。因為呢度珠海嚟喎，城市嚟喎，仲可以見到呢啲嘅一個景觀，呢個動物嗰係確實係少翻啲嘅。咁我而家再計一計呢一套單位先。咁呢個單位咧，我啱啱亦都係報報價錢嘅，21,000蚊1平方嘅，因為佢咧唔望海景嘅，個價錢嘅均價大概21,000嘅。咁如果望海景嘅均價咧，就大概25,000蚊，即係差價係4,000蚊1平方嘅。同樣都係大裝修咁樣交付嘅，亦都係叫做準現樓啦，係啊準現樓嘅。咁佢去到今年嘅9月份咧，就可以交到樓嘅啦。咁計一計呢套單位先，咁呢套單位呢個總價咧，只需要136萬就可以上車嘅啦。咁65方睇完啦，咁啱啱嘅119方亦都睇完啦。咁示範單位就暫時睇到呢度先啦。OK 啦，樓盤相信大家都已經睇完嘅啦。咁對呢個嘉里海岸啦，亦都有一定嘅了解。咁我而家嘅位置咧就位於佢樓下嘅一個叫做海岸公園。咁帶大家去感受下呢個海岸公園，確實咧真係好靚嘅。嗱，咁呢度咧就嗰一邊咧就飲咖啡嘅，有人露緊營燒緊烤。咁呢邊咧就細蚊仔玩嘅地方。咁平時喺呢度度假養老住喺呢啲環境確實真係個人覺得正到痹啊！然後望翻出去呢邊咧就係呢一個一線嘅一個海景咁望翻遠少少咧就係香港嘅一個叫做大嶼山啦。咁我相信呢啲嘅一線海景房咧，冇乜朋友仔唔中意吧？我相信極大嘅朋友仔咧都係中意，唯獨是有一樣嘢唔中意，覺得佢嘅價錢咧確實係貴咗啲嘅。冇辦法，佢以前呢度咧都要賣到4萬幾蚊1平方嘅，咁而家嘅價錢咧已經係劈咗噶啦。咁佢睇翻海景房嘅一個價錢咧，只需要25,000蚊就可以上車噶啦。咁總價大概都係200零萬到300萬到就可以搞得掂噶啦。喂，咁嘅一線海景，你放響香港，你冇幾千萬甚至過億係買唔到嘅。但響珠海200-300萬就可以幫你實現得到一樣叫咩嘢啊？呢個叫做一線海景叫做情意結。因為好多香港朋友仔咧都係想買一間海景房去住下，去感受一下嘅。咁其實我新樓呢個樓盤咧就可以幫你實現得到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呢個樓盤最大一個弊端咧就係佢嗰個實用率相對嚟講會比較低啲，去到85%左右有嘅。咁而家基本上係市面上新規嘅住宅啦，基本上都去到呢個110%、120%左右有嘅，即係相差有啲大。冇辦法，因為呢個項目咧係舊規產品嚟嘅，所以相對嚟講實用率會低翻少少。如果唔介意呢樣嘢，所以呢個樓盤係值得大家入手嘅。咁佢嘅配套咧，商業配套咧係完善嘅，交通咧係方便嘅，醫療咧係完善
嘅，以及最緊要就係呢啲景觀啊嘛，呢啲景觀真係叫做不可複製之源嘅，貴有貴嘅道理，買係買得穩陣嘅。咁好似嗱，實話實說，之前咧有一個樓盤單價5000蚊一平方，一線海景，冇任何遮擋嘅，5000蚊一平方買海景房喎，你心唔心動先？係人都心動啊，係咪先？但係呢個盤賴咗嘢啊，各位朋友仔，因為嗱，同各位朋友仔講一講啦，我拍每一個樓盤咧，我都會全面去了解呢個樓盤具體嘅情況啊，會唔會中伏，唔會瀨嘢，係確確實實冇問題啦，我先係會去拍呢個樓盤。如果呢個樓盤咧有多少嘅問題，或者係容易中伏嘅，咁我呢個樓盤咧都唔會去拍。即使佢流量再大都好，價錢再平都好，我都係唔會拍呢啲樓盤嘅，因為你買咗翻嚟中伏，交唔到樓爛尾，咁呢啲信任，我哋之間嘅信任，咁咪冇咯，係咪先？各位朋友仔，所以即使呢個樓盤或者之前嗰啲視頻嗰啲樓盤流量再差都好啊，但係呢個樓盤係完全冇問題嘅，係確確實實唔會中伏嘅，我先係會拍呢啲視頻去拍呢個樓盤俾到大家去展示嘅。咁流量再大嘅樓盤，咁佢價錢再平都好，容易中伏嘅，我係唔會拍嘅。咁呢啲咧，亦都係我心底嘅一個肺腑之言啊，俾到大家嘅。咁如果各位朋友仔要買邊個樓盤啊，要買邊個地區嘅話，其實亦都可以問問我。咁呢個樓盤啊，值唔值得買，或者係有冇啲咩伏點啊，都可以問問我嘅。咁即使你唔跟我買都好啦，我都會同你去解答嘅。咁當然啦，跟我買肯定好啲啦，係咪先？咁我哋跟我買咧，首先第一樣嘢嚟服務咧，亦都會到位嘅。咁首先第一樣嘢，從香港接你過嚟現場去睇樓，全程都係免費嘅，安排7人嘅商務車接到你過嚟現場睇都係 OK 嘅，以及成交之後咧，我仲送你一個價值58,888蚊一個家私家電大禮包嘅，幫你實現一樣嘢叫做拎包，就直接就可以入住得到噶啦。咁當然咧，有啲朋友仔話：喂，我唔要你啲家私大禮包得唔得？當然得，我同公司申請一下，咁可以幫你去折現，亦都係 OK 嘅。咁今期嘅視頻啦，就大致到呢度先啦。咁如果各位朋友仔即係中意呢條片嘅，咁記得俾個 like 或者係分享一下俾你身邊嘅朋友仔，亦都係 OK 嘅。咁感謝各位朋友仔嘅支持啦。咁記得買樓又好，睇樓又好，記得揾我今日好貨嘅追神啦。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